这春秋几趴在马扎木个？擦，就说了才几高。过来么？啊，做嘛了哦？哎呀，当然你给的这个，该钱都起这口的。避免就边面这个哟，你看这个，你在那改名的写习惯呢？你改名的做过呀？从嘛避免这个呢，几个怎么着了嘛？呀，咱都注意啊，哦，打着。他的点，你这个月，原来，当着他们我们做嘛了，我现在在那有做的，这才给那个交流了见面呢，叫嘛哦，这是我搞的，他们有那个朋友啊，然后给你找去找去，他东北给几的？大个的，打个。阿拉公他们个事情接着了。看谁那就是些你几批避免几户的求了人，等你避免多哪个？就是你几批避免空你几避免几户的求的。呀，他也了。打门。他那没了，考起来的哎。呀。哦呀，咱等着呀。家个现在电影你可以进行啊，不过现在俺让着去呢，他的老几工作工资呢，家个这段今年呢，干嘞家里人全部在那年啊，电影老几的呢，今呢人家里人了呀，来老几也啥生意去呢，他做养母啊，养母呢从你们东庄们看送着呢主动个，但国在养母去讲就没呢。要不么拍你妈这样子这个，国在这个 drug 这么做的，你那尿这么做的，从你做的啥这的么家的时候这么的可那样去想就俺从不会那想嘛的啊，俺从定的这么的有了，等于是老巧子的啊，那的对，过了我那呢，他考门个不么人来参群的这对的就来嘛的，对他从你讲俺干嘞着急的啊。哥哥，我呀，啥子同学来看3年哟？我他们三胖就是个。啥子东西那个牛的来，牛还高，啥子东西那有？对，大前提是牛个，用么的那老牛的，对，你啥把的就是个个。就那老哥哥。牛黑马的，你国在就牛个了，你别叫黑马的，他装嘛了，而且他们真是接不上你瞧。哦呀。真的是，今天打扰俺的那当到送儿子先就黑那吧，送儿子去就，第个是今天你谈动大么小啊，你这年用的几大给着嘞。现在送啊，这些个嘛，都用去年才谈动单的，你们不就过龙着啥的啊？这讲的就过龙嘛，你只有3个什么呢啊？从嘛你谈动了说啊，等你去年的见到的，刚才见的嘛，这才现在谈动没过就是啊，谈动没过就等你再话那这才当了实在装不着了的，我呀，等你干啥？好的，他等你讲，你肯定你等个。当到上学，今年个用么个当光了么个第一天，光了么个用么个看报弄，你他都能第一天啊，打么球啊？这用么老几年没，这打么也当了球。妈的，打工的就打么呢？用么个打的对啊，看报。今年嘛在看报有嘛？可你看报，看报也嘛的，看报也嘛的，对的打，看报也嘛的。不能这样发啊！不能这样发。他从完了后这边挂了了。对，阿拉个打从完了个。get 到。过了没哦？看没啊？哦，做嘛。小
这嘞，我来用看到的，这一个三的，这些干的，俺多了呀。走完了活，走完了活，今天走去了。呀，送完得了呀，俺去搬着了呀。呀，我呀，送完了活，等到喜酒啊，快点去，送完过路了，来嘞。行了嘛，直接我就走。妈的，这光他们在找了人，我就是找了，这光他们都可能他都能打那个人从那个等的一个节嘛，俺鸟个的。妈的，这时候他当一人不嘛，顶那俺送你去，俺这里等的一个节了中，俺都没做着，妈的三干不做这个，妈的俺都啥个，妈的个，手机呢？人家手机是嘛？打把这谁接了？光他们老姐有个，光他们老姐有个，有，你小些就是打的，这总个了的，这总。光他们给公公，啊嘞，光他们给公，切公公，啊那个干的人给的，你懂不懂了没啊？懂了没啊？有啊，光他们有个，旅游，光他们啊东部有个钱不来个，光他们离家接完里，可是没那可能落着，哎。有那在路马克看着，光他们老姐有，这不能把光他们老姐有。你干嘛不？太够赞了，啥就小朋友，头就小朋友，可是有，怕起我们吃鸡妹妹长个。不么你家还你啊？等你可大家要了嘛？得奖一球中了呢，得奖一球，要了嘛？不么你做，不么自己的没得么让嘛的那关键，啊了，这时候没事看咋样，你那样，他告诉你们不要去告诉他，真的不要去告诉他，等下给他个惊喜。你们不能说啊，先让他，你们不用说啊，不用发幽默，光他们不认字，他光他们一个装不加一起了嘛。用木就是个爷爷妈个啊，你应该是根本你啊，我是草马对木。先让他失落一会儿，然后再给他个惊喜。对，我们想的是给他一个惊喜。今晚的主要人物就是幽默，然后其次我们也给光拉木也准备了礼物，对，就这个样子。我从幽默了做，老姐家这些哟，第一个娘的，但你光拉木了没得么容啊的啊，光拉木了老姐没那逻辑嘛的啊。那个大一人不几个人的人家了，这样的哎，跟大家讲，大家都分享一下，大家都分享一下啊，兄弟们，人气在往上上一上。快点去点个赞，兄弟们，点赞，草马克，点赞就加入加，得钱的来要记得打的，点了就是这个三个，你看草马咋烂了哦，草马在乱七八糟了，草马在，没不走了嘛，都不现在这样人的么样。到么才地呢？还在整个，还在整到头这里。啊，我到个了。这充满是啊，最到的那样，其实他们给去头后的人太多的在做，要么那人太多做多，我们说。快点去，这不能吧？多克前面开了参嘛，多克的计划这不能吧？多克做没给弄这些大头嘛了啊？参嘛个多克的做过了，加快点去，所有的人点赞啊，点赞，所有的人，那俺得去把它。大好弄，大好可不发了胖，啰嗦啊，啰嗦胖，看到没事？看。草马快点去啊，这不能吧？草马快点去啊，这不能吧？小号你那么不说呢，看那么多，看现在做那么少。这谁没学过？方便面么？你就是个是我们这里就是现在是不管了嘛的嘞，你有个是个蒙蒙个，你说那蒙蒙有那个么些的。俺这就是说，俺这以前没吃到，好吃的好喝的啊！做平凡的草马等你接着，等到草马出溜口的，老的呢。草马个你妈的呢，这不能吧？草马个你妈的呢，感谢所有人啊！草马个多克的几块嘛，都得多克下面那里了嘛，爱什么吧？快点去！
从嘛多给下面给长嘛个多给了几关注那么快点去。兄弟们，大家好！今天晚上我给幽默准备了很多礼物啊，现在马上就要开直播让你们看哦，欢迎进入我的直播间，谢谢大家，快点去！哎，你家不带我北京的警察局？改名字的个，都这么能把还干干成？吹着。我给我徒弟用墨子，2个生日。Hello， 朋友们，大家好。我给我徒弟。真的，咱不这种两个，这糊涂了，你发现？Hello，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晚上我给我徒弟幽默准备了很多礼物啊，马上要打开了啊。欢迎进入我直播间，谢谢大家，马上啊，马上。Hello，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晚上我给我徒弟幽默准备了很多礼物啊，马上要打开了啊。欢迎进入我直播间，谢谢大家。Hello， 朋友们，大家好。爱得起。生活呢？你讲什么？现在给他多国家，讲多东东家。那都是那个事情个。加入团队奉献，你知道瑞瑞在哪里？快点！什么快点啊？什么快点？快什么快点呀？你这急什么急嘛？人家都没准备好，你急什么急嘛？对吧？快点去，快点去，主播那吧，快点去，快点去。看看你现在产品是20个啊，主播那吧，产品是20个啊。然后那天到3个你到了了。啊，家在可不得，你也去，你也去那个。他也叫。马上啊，马上。哎。这家在可不得。真干。多给下面给长嘛，多给了加图了吧？从嘛快点吃，从嘛快点吃，主呢吧，快点吃，快点吃。快点去，快点去！从嘛推荐去啊，推荐去，欢迎欢迎！从嘛给你买的呢啊，主播那么从嘛给你买的呢啊。对啊，你老几可就可用那个阿什么那不对啊？可你吃这个去打啊。谁在打 PK 啊，兄弟们？你们说一下那个幽默跟那个公他们说一下啊。你们说一下，我们在找你幽默。
找你用么子的这不难吧？光来家找你子的用么了？光来家就再一个子的不难吧？他们两个那个 PK 这个打 PK 吗？可以打 PK 可以。他们两个单独打吗？去自由。这干嘛意思？你们这没意思。我说你就把那个啊，你就把那个啊，这不难吧？多可前面叫那草嘛，多可的那个啊，快点去，快点去。路差不是个，就把呀，快点去。他们两个打 PK 吗？好的好的。你这打几个？出国嘛，都是出这打 PK 活，当然你知道。你这就好点嘛。看一下。快点去啊！快点去啊！这不难吧？快点去推荐去，没有点关注的点关注一下啊！咱们多个新面给咱们多个钱的，从马家要去打打龙年棒，你要不重要是，给他们两个惊喜一下，给他们惊喜啊！给他们惊喜啊！这是嘛？他空你们真正的。这是你们这今天晚上有。那肯定啊，每天都有节目，对吧？你们喜欢看节目的话，每天都有啊。就苍马可打上了，苍马和你上学了，那是我们讲头学的，我那家打上学了，我那家看，每天晚上都带来一个不一样的节目啊！马上啊，苍马可就是苍马里就里说啊，可你很多嘛，咱去今年还没关的是苍马，那前头多的些学的啦的呢，老年八幺的就算热那么些，苍马里了嘛啦，这样的呢，可你看你们还是黑了嘛，苍马。人来做不难吧？现在用啊去，肯定不得了。这些个俺让你老几讲都讲这那，全弄了俺去老几看着干谁那样，让个怕嘛的说了，一人不等到里面啊，等着了干不没？等你老不得这些个三对句三干句都能做了呀。第一个人就是谁呢？东部三句对句，等你三是干句呢，但是错全部是想他了的啊。你的气就变小了，这个有些小，有些大，对吧？你拉拉的，像那个吃的那全部有，拉拉全部有嘛？听着就人不没那通通是有嘛？通通是那人不是就有嘛的？没是就得动，像那个广东讲那对啥等久的啊？这钱上就上了有的啊，这个俺人头俺没吃饱嘛的，这个俺人头俺有的啊。第农业的俺从没事情做啊，没事情的牛板交通，哦呀，人呢少个呢，我呢长呢。这个俺不能有的啊，地农业的俺容易跟这一那有，其实我不有的啊。但里边那有么多，光他们你那怕这垃圾这些其实有几的人了呀？这垃圾其实全把这些有那么些，行那吧？其实很用餐了，要么给俺说轻松几个呀，除了垃圾切的那么些，除了垃圾丢的那么些，除了垃圾明天你用来干钱嘛？来地的要了一样的啊。我们两个一样的，因为就是他就是个可能的，这里你讲的俺个娘的就送来了的啊，但俺一那样这里好土不嘛是光用，俺那种的光把这些那个东海要这个上面的，怕这你妈记了打，那个全部就离了的染染的，讲到就俺用干的，可用干的是，但俺用的那弄起码弄个的人，俺用干。可用干的那那个嘞，可咋去是啷个？就个人个人那种没那说，我你吃咋去啊？这我咋就没个呀？这你从那怕见俺的家这个，从我们谈的那俺的家。这里过山我们谈的你这个，你个干的你懂这个？是不起的。我你那我从嘛眼不然，让把你。我老，可不是了，眼不是个好了嘛，我们。这来个的呀，这来个的，这真的是不是？眼看不是真的不的呢。我老真的讲了这。看懂不起呀？看懂啊，是。懂了没？嘿嘿，是你要就是闹闹的这两个都不接上学教。我嘛紧张。可能到了那个时候的。我那不得对的，就不这些人上手搞啥生意了。是这嘞，这么子咋着了呢？这里也是干钱嘛，俺呀，他是好人，这个对我是坏人。
这里你个干的多少？人家当着哥哥的菜，对了。我们这我点个冬天，刚才那点个了嘛的。干的。这里给的好干的，多少钱？你让把拍家都吃家呢，这些的俺拍着吃，俺是俺拍着吃，不吃心的那种。我们基本上的，真的这个嘛的嫌那么带个的这个的，这个的，什么呀？去摸晒天了呀？这的。sama mua mà xe thì mình đó sẽ đi sát lại sama mua的晒的，来个牛的开里。大家都看得到对吧？谁吃的饭最多？这什么都是这些。啊，这才是哦。嘿，是吧？对，可是这才是我妈才。那是给两位老师，请你们两个喝一杯水。俺是检查是刚才嘛的查的。挺穷头的呀，要现在穷是这个的，不是穷啊！检查啥得的嘞？你这里赢，哪赢？可能就谈到这样到他碰到话是，俺那几么子，可惜么子黑线了吧了，俺10年的了都。俺都是你当场等他那些太懂了白子的，钱拿我你，请你们两个是喝一杯。大家这三个，大家认识也是一个。这个我是不是代表我们团队去感谢人家？我们应不应该？我代表我们团队呀，我代表我们团队就是。我们应不应该去？我应不应该这样说啊，家人们，真的，你们说句良心话。两个美女看到了，两个美女。谢谢，挂电器。哦。他就是太多个，你们看的，你看的个。他去牛口，在那越来越晒了，在开门也晒了一天，他本来臭，意思就是。谢谢点赞，谢谢没有关注的朋友们点个关注，谢谢大家挂电器。现在晒了一天的意思啊。欢迎雪狼。挂电器。是吧？三老师，对，你看我说的话是不是真的？昨天晚上真的应不应该说这句话？昨天晚上我们两个谁是最辛苦？我是最辛苦。肯定是我呀。我是樱花在说。我是不是最辛苦的？我要把人送过接过来，然后安排那些。你就接了一个人，我接了两个老师。人家全部都在吃饭的时候，我就在那给他们直播。啊，都是俺干的，上午的时候我就要拍视频。都是俺干的，没找看视频的，都是。找我们这他们不看。这可没这得有啥干啥的。他们谢谢点赞，谢谢。操办过吃嘛他的，旅行人嘛呀，哎嘞。现在刚刚去了，对，他刚刚那里去了，因为杂音太大了，那个杂音太大了，没有关注给我们点个关注，正常。有两个声音太大了，他们俩，那我们就不连了啊，你们两个玩一会嘛的，过完么可以先睡觉。然后就是真不好意思，就是没钱了，我代表我们的团队，说一声公安母，真的，今天的话就是确实我们比较忙，所以就是没准备好送给你礼物，送你的礼物，哎呀，俺这里到那这个。别说了嘛，你别说了，马上要。多了嘛。哦。
妈，这年这下，你这下，从你块，我都拿他们贴的，不然你说，哎呀，反应太大了，你们两个，你个爹妈给我写的，这个写的，光那么我拆完了呀，光那么也就是个的没错，该我个青啥机会？不懂怎么不懂呀？他这些饼面是什么呀？喂喂，还有么多？就是饼面是你们。几张嘛？前年几我就要这个机会不错。他韭菜过年看韭菜。我你给就是，哦呀，韭菜。哦呀，嘛，该过。哎呀，哦呀，今天我你听着了呀？先我们吃一下啊！谢谢大家。大家累，咱们的三人都按东不三着的那些，送累。别你，咱来没嘛多嘛子。给你人家，他真的什么？他真的什么？他什么真的？他真的哭了在？没有。你喜欢他吗？什么？说，我肯定喜欢啊！我所有的团队我喜欢，所有的人我都喜欢。他们还是呀，他们那种就把大吃不弄了。还是个装着那种，从嘛个多个前面给从嘛跟的多个的家住不能吧？等你看等你给我见着了啊，从嘛才的你那就算啊住不能吧？现在人真的可以这样个，可以，那肯定啊，肯定可以啊，大家都好，真的，1比1好，一个都没有坏的，这边真的没有。